就算成個世界亂到一鑊粥咁，有一個國家永遠好似世外桃源咁安穩，呢個地方就係新西蘭啦，亦都係全世界最孤獨嘅國家。好多人好好奇，點解從古至今從來都冇人去爭住打佢，可以做到真正嘅兵家不爭之地？答案好簡單，因為佢實在太偏僻啦。新西蘭坐落喺大洋洲南太平洋嘅西南面，距離最近嘅大陸就係澳洲啦。兩者距離足足有1600幾公里，差唔多等同由北京行到去成都嘅距離。反而距離南極洲仲近啲，淨係得2500幾公里。所以呢度係各國去南極科考一個好重要嘅出發基地，都係為呢一個孤獨嘅國家帶翻少少嘅人氣啦。新西蘭四面環海，成個國家俾大海包圍。我真係好好奇，最早一批新西蘭人究竟點樣飄過嚟定居嘅？但正正因為地理位置太偏、太隔絕，令新西蘭完美避開晒所有嘅戰火。當年一戰、二戰打到天昏地暗，全世界大亂，戰火從來冇燒到過新西蘭本土。你哋以為佢運氣好，有上天嘅保佑？其實唔係，純粹因為攻打新西蘭絕對係蝕本生意。首先，新西蘭係島國，本土資源好貧乏。完全係冇石油、橡膠嘅關鍵戰略資源，冇資源就算數啦。佢嘅地理位置仲極度之尷尬，全球所有嘅航運主航道冇一條經過新西蘭。你佔領咗呢一度，唔可以做跳板攻打其他大陸，亦都搜刮唔到任何值錢嘅資源，完全冇戰略價值，而且打佢成本超級高。想攻打新西蘭，你首先要組織大型嘅艦隊，橫渡幾千公里嘅大海，超長嘅補給線。份糧、份物資、份彈藥，成本貴到離晒譜，最後辛苦一場打低佢，得返嘅淨係得幾間奶粉廠、幾片草地，完全零侵略價值。所以當年全世界打得熱火朝天，新西蘭人就舒服晒，該食就食，該飲就飲，該放羊就放羊，完全唔受戰爭影響。而且新西蘭嘅安全唔單止係冇戰爭咁簡單，佢嘅自然環境都係安全到離譜嘅。大家都知道澳洲遍地毒蛇、猛獸，超級危險，但新西蘭完全唔一樣，本土冇任何致命劇毒嘅生物，唯一帶少少毒性嘅就係卡地波蜘蛛啦。但幾百年嚟從來冇咬死過人嘅記錄，而且呢一種蜘蛛嘅數量極少，比新西蘭國鳥基圍鳥仲要稀有，淨係匿喺北島海面嘅浮木堆入邊。仲要受法律保護嘅瀕危物種添，成個國家冇毒蟲、冇毒蛇，更加冇獅子、老虎呢一啲大型嘅猛獸。喺新西蘭，你唯一需要小心嘅野生動物就係野豬啦。但野豬唔係本土物種，喺1770年代，庫克船長帶過嚟嘅家豬，後來走甩咗去到野外，先變成咗野豬。而家新西蘭長期鼓勵民眾捕殺野豬，甚至仲有專門嘅獵豬比賽添。佢哋完全唔同全世界捲工業、捲經濟，安安靜靜淨係發展兩樣嘢：養殖業、旅遊業。呢度嘅氣候溫和，雨水充足，草場一年四季常綠，超級適合養牛同埋羊嘅。亦都因為係咁，新西蘭成為咗全世界最大嘅羊肉出口國，環境獨一無二，景色更加無敵。因為幾千萬年前，新西蘭就已經同大陸分離，所有嘅生物都係獨立演化。呢度84%嘅本土植物，72%嘅原生鳥類都係新西蘭獨有，喺全世界其他地方根本見唔到。風景更加唔使講，冰川、雪山、湖泊、海灘，樣樣齊全。人煙稀少，冇工業嘈雜，成個畫面乾淨到極致。經典電影《指環王》全程大部分嘅取景就喺新西蘭，得天獨厚嘅美景。每年吸引超過300萬嘅遊客過嚟打卡，獨特嘅環境都養出咗獨特嘅生活節奏。新西蘭嘅鋪頭下晝5點鐘準時關門，週末直接唔開市唔營業添。全民生活慢到極致，超級佛系。唯一嘅缺點就係公共服務效率差啲。但如果俾你揀，你又願唔願意過呢一種安穩、舒服、零內卷嘅神仙慢生活呢？喂，今日就傾到呢度啦，下期再見，拜拜。